Hi，我係 Matt 啦。最近咧就見到好多有關傳染性病嘅討論啦。咁我喺度咧就唔係話去討論邊個誰是誰非，去作出咩批判咁樣。而我喺度咧就係想分享到底傳播性病呢樣嘢喺法律上係點睇咧？首先咧香港或者好多 jurisdiction 入面咧，其實都唔會有話一個叫做傳染性病罪嘅。咁所以喺法律條文入面咧就比較難去入罪或者追究啊。其實我亦都見到有啲同行咧，其實係引用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入面嘅第32條啊。咁但係其實呢條法例係講到明適用於一啲指明傳染病。咁雖然呢條法例咧其實係冇提供到乜嘢叫做指明傳染病嘅定義啦。咁但係其實佢就有提供指明疾病嘅定義，而指明疾病嘅定義入面其實冇包含性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條法例或者呢一條規例啊，其實就唔係好 relevant。咁如果我哋唔睇一啲法律條文，我哋去睇一啲案例咧，以我所知啊，其實呢一類案件喺香港其實係比較少見嘅。就算有啊，好多時都係以民事嘅方式去作出起訴。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借鑑一下英國嘅法律，就去睇下人哋到底點樣判，同埋到底點樣去作出檢控啊。其實喺英國咧，佢哋所謂嘅皇家檢控處，即係 CPS 咧，就其實出咗一份指引嘅。呢一份指引就提出，其實呢一類案件一般都可以以性侵或者構成嚴重身體傷害兩方面作出調查同檢控嘅。咁喺呢度為咗方便起見啦，我哋先叫做被控傳播性病嘅人，即係嗰個帶菌者叫做 A 先啦。而被感染性病嗰個，即係中招嗰個咧，我哋叫佢做 B。性侵方面咧，一般嚟講都係講緊阿 A 同阿 B 搞嘢嘅時候有冇相關嘅同意咧？如果有，咁基本上就梗係唔會有性侵啦。呢個情況啊係包括埋，就算 A 明知道自己有性病，然之後冇同 B 講，咁呢一個情況啊仍然係唔會構成性侵嘅喎。咁但係如果阿 A 阿 B， 咁又點算咧？咁英國嘅案例 R.V. Lawrence 就提出咗，其實個重點係要考慮呢一個大話同決定發生性行為個關聯性有幾強。當時呢個 case 個男仔其實係呢個女仔話，我係做咗結紮手術，而個女仔最後梗係發現佢冇做到呢個手術啦。咁當時個 court 咧就認為，其實呢個結紮手術同發生性行為個關聯性唔係好大。咁即係話，就算冇做到呢個手術，其實好可能都會發生性行為。最多係做多少少安全措施嘅啫，咁所以當時係認為呢個女仔俾嘅同意係維持有效嘅。咁當然其實呢個 case 咧就冇講到有性病呢件事啦，但係我認為如果係關性病事嘅話，咁個判法就有機會唔同啦，因為始終性病嗰個影響同埋個傳染性更加強、更加大，同埋知道對方有性病嘅話，其實真係老實講啦，未必想同佢搞嘢啊。咁所以係絕對有機會係成功推翻對方作出嘅同意啊。如果係咁嘅話，咁就有機會變成性侵噶啦。至於構成嚴重身體傷害基本上就有5樣嘢係需要去證明嘅。第一， B 所中嘅性病係足以構成嚴重身體傷害。第二，當 A 同 B 搞嘢嘅時候 ，A 係有性病嘅。第三，呢個 A 喺重要嘅時候係知道自己有性病嘅。第四，阿 A 特登傳染性病俾阿 B， 或者係預見到傳播性病嘅風險但係唔合理咁去承受呢個風險。第五，阿 A 的而且確將個性病傳染咗俾阿 B。咁關於第一個構成嚴重身體傷害呢一個元素咧，英國嘅案例 R.V. Golding 就話呢一樣嘢其實係一件 case by case 嘅事。咁所以陪審團咧係需要以當時嘅社交準則，甚至乎係地域嘅準則去做呢個決定。但係呢個 case 咧，其實都提供咗一啲指引，例如嚴重身體傷害所構成嘅傷害係唔需要話要跟一世或者被界定為危險嘅，亦都唔需要話係一定要接受治療或者係有永久性傷害先至為之嚴重身體傷害。咁所以到底有冇構成嚴重身體傷害呢件事呢？其實就真係好睇每一個 case 嘅情況而做出呢個決定。而第二個，當搞嘢嘅時候知道自己有性病呢個元素呢，就有幾個方式去協助證明。例如可以係睇下 A 嘅醫療報告啦，甚至乎A 自己承認都可以嘅。一啲有關嘅藥物處方或者係醫生嘅預約，
都可以成為證據㗎。而第三，喺重要嘅時刻，到底係 A 知唔知道自己有性病呢一個元素呢？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 A 搞嘢嘅時候知唔知自己有性病？通常呢一樣嘢咧都會用醫療報告去做證據嘅。咁但係啊，有啲好鬼明顯嘅病，即係例如椰菜花啊、疱疹 herpes 呢啲咧，其實好有機會一睇就知啦。咁所以啊，呢一類甚至乎唔需要個醫療報告去幫手證明添啊。另外啊，如果係 A 知道佢以前嘅性伴侶係感染咗性病，而 A 係唯一一個可以傳染到俾呢一啲人嘅人，咁呢一啲都可以成為有力嘅證據㗎。而第四個，到底係有意定係魯莽傳播性病呢一個元素呢？重點就要睇到底成件事合唔合理啊。而合理呢家嘢，其中一樣嘅考慮就係講緊有冇做安全措施。另外啊，檢控官亦都會考慮唔同嘅因素。咁喺呢度咧就可以列俾大家睇，其中就可以包括到底雙方搞過幾多次嘢啦，或者係有冇內射啦。呢啲啊都係檢控官需要去 consider 嘅一啲 factors 嚟嘅。呢度想強調一樣嘢嘅係，我哋最常見防止傳播性病嘅方式就戴套啦。咁但係啊，原來唔戴套都唔代表係一定有意去傳播嘅喎。嗱，我打一個比喻啊，其實好多性病嘅治療方式咧，都係話食藥，然之後將個病毒減到去一個冇辦法偵測嘅數量啊。咁所以有定時咁去食藥或者接受治療，同時有效咁抑制住啲病毒，咁就有機會成為辯護嘅理由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戴埋套，咁你辯護嘅理由咪強咗好多咯。同時我亦都想提醒啊，其實喺法律上係冇要求 A 要通知阿 B 到底佢有冇性病嘅。但係如果 A 真係咁有良心去通知阿 B， 然之後阿 B 又真係唔介意同佢發生關係喎，咁阿 B 呢一個同意咧就可以成為 A 辯護嘅理由啦。呢個同意甚至乎唔一定要係阿 B 去俾添啊。打一個比喻啊，例如我同阿 B 講，喂，嗰個 A 咧原來有性病嘅喎，然之後阿 B 啊仍然係同阿 A 唔做保護措施嘅話咧，咁都可以成為一個同意㗎。去到最後第五個，的確將性病傳染出去呢一個元素咧，其實呢一個元素係最難去證明嘅。咁呢度嘅調查咧，其實一般都會牽涉到警察去同唔同嘅人作出詢問啦，同埋揾出相關嘅日子啦，例如係感染或者係搞嘢嘅日子啊。嗱，咁如果以上嗰5點嘅證據啊，或者調查都達到係一個比較滿意嘅狀況咧，咁專家嘅意見咧就有機會 jump in 啦。咁一般嚟講，呢啲專家都會 comment 唔同嘅 factors 啊，例如係到底係 A 同阿 B 中嘅性病係咪同一款呢？如果唔係嘅話，咁就好明顯阿 A 冇傳染俾阿 B 啦。咁但係要注意嘅係，就算係同一款啊，其實都唔代表係阿 A 傳染俾阿 B 嘅喎。因為你淨係講緊佢哋中咗同一款性病啫嘛，你都冇話嗰種性病係嚟自阿 A， 咁可以係再另一個人噶嘛。仲有啊，專家亦都可以就住呢啲病嘅潛伏期或者傳染性呢啲方面去提供佢哋嘅意見同埋專業知識。唯一要注意嘅係，其實呢啲專家嘅證供只可以係一啲輔助嘅證供，一般嚟講都冇辦法單純因為專家嘅意見而入一個人罪。搞嘢咧本身咧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諗其實冇人想將呢件咁開心嘅事變做一件悲哀，甚至乎係一件遺憾終身嘅事啊。咁所以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保護自己，除咗打預防針同埋定期去做檢查之外啊，喺搞嘢之前最好都問下對方相關嘅問題啦。假如你咁唔好彩去做檢查嘅時候中咗招嘅話，咁就好好咁接受治療，唔好周圍散播病毒啦。要去認識異性嘅話，我啊覺得一係等個病好先，一係就去到病毒受到控制嘅程度先咯。咁但係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對身邊嘅人同埋發生親密關係嘅人有啲關心，有啲道德，可以誠實咁同對方講呢件事。如果對方拒絕你嘅，咁最多咪搞笑一次嘢。咁但係啊，起碼唔好影響人哋嘅終身幸福啊嘛。咁仲有啊，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呢個年代自己搞掂啦。嗱，好啦，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身體健康，唔好遺憾終身啊。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啲 random 法律分享嘅話咧，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最好咧就撳埋個啷啷，然之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咁之後出新片嘅時候咧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啦。係咁先啦，拜。